首先，咱来看经文伫创世纪39章第1节到第23节，约瑟的故事。约瑟拄着艰难，互兄哥出卖，疼伊的老爸无伫伊身躯边。毋过，耶和华甲伊三角之地，即句话伫创世纪39章出现4摆。伊互人卖到埃及开始，无辜的约瑟要面对人生各种无公平的对待。伊本来会当选择消极、睿智、充满怨恨，但是伊无，因为上帝甲伊伫地，毋但互伊工作顺利，并且伫伊的性命甲环境中掌权，有备将来要救伊的全家。约瑟对一个老爸所疼痛的囡仔变作奴隶，甚至互人关伫监狱，但是这却成做伊训练的场所。上帝照安尼来有备伊，将来要做埃及的宰相。首先，伊面对困难，无埋怨，无受气，反倒转来，专心甲尽力完成受交托的工课。安尼，上帝予伊凡事顺利。波提法也看出伊工作的成果，是因为上帝甲伊伫地的关系，所以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代志拢交予伊管理。这表示约瑟得到信任甲提升。以前伊得到老爸疼痛，即马伊得到主人的重视，但是伊无因为安尼就骄傲自高。当主人的某引诱伊的时，伊拒绝，因为伊知影因乱的罪毋但是伤害人，更加是得罪上帝。伊尊重主人，更加尊重伊的上帝。约瑟看袂到上帝，毋过伊知影上帝甲伊三角之地，所以毋敢犯罪，拒绝试探。上帝忠心甲赢过试探，并无即时互约瑟得到啥物帮赞，但是啥人会知影，家家的经验却变成伊后来做宰相的帮赞。这就是耶稣所讲的，为着伊捌受困迫的人有福气，也是保罗所讲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互爱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约瑟的苦难，毋是上帝予伊的，上帝也无阻止患难来发生。毋过，上帝对头到尾甲约瑟伫地，约瑟也尽家己的本分。这段故事，互咱的启示，有上帝甲咱三角伫地，就算伫上困苦的环境中，咱也会有气力赢过困难。咱对约瑟的故事中，一直看到上帝甲约瑟伫地，予伊事事顺利。伫咱的生命的旅途中，毋是袂拄着困难，咱拢会拄着真侪艰难的代志。有时甚至是严重甲互咱袂当忍受落去，但是咱毋通袂记。这段经文互咱的启示，上帝袂放杀咱，伊就伫咱的身躯边看顾咱，甲咱同受苦难。伊会带领咱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就亲像伊以前带领以色列百姓行过其艰难的旷野同款。咱爱合适的，就是对上帝有信心。相信上帝一定会看顾咱。对约瑟的故事中，也互我看见上帝伫我的生命中的疼甲恩典。伫遮嘛要分享互兄弟姊妹，望上帝疼甲恩典，也会当互大家得到祝福。以前
我的工课是做中东市场的业务。有一摆参加埃及的展览，伫迄摆展览期间，做伙参加的团员有一个姊妹气质非常无同。甲伊交谈了后，才知影伊是基督徒。伊分享伊的教会生活，我迄时对基督教就产生兴趣。转到台湾了后，甲我客户分享时，伊拄啊好伫聚会所，才受完洗礼，才真做基督徒。伊就邀请我参加伊的聚会，差不多聚会2个月了后，我就受洗啊。伫受洗无到1年，公司就派我到中东杜拜设立公司，扩展中东的市场。因为是佛教国家，对女性比较较看袂起，万事起头难。第一档非常辛苦，需要找找客户来维持公司的运作。感谢上帝，第2档生意就开始有趁钱，客户业务也开始扩展到中东其他的国家。这一切拢互我看到上帝作为，就亲像伫以赛亚书第26章所讲的：“坚信我靠你的，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，因为伊我靠你，你着我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。”因为对华语教会期待甲需要，杜拜的几位姊妹就开始筹备设立教会。教会就伫2003年成立，目前有印度语、华语、阿拉伯语、英语、韩语5种语言的教会共同使用这个礼拜堂。杜拜华人基督教会目前有160人聚会，有10个小组伫阿拉伯佛教国家来灵光上帝。伫以赛亚书第43章讲：“看，我要做一项新的事，大地发现，恁敢毋知吗？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”咱看见上帝大权能怎样伫沙漠中创造新野，就算伫阿拉伯佛教国家，灵光的上帝被高举伫迄个所在。工作上，因为公司董事长外人，海外要因囝来做，只好提早退休。2012年6月底，转到台湾了后，伫7月时就发现得到大肠癌，为着配合医生的治疗，休困3年外，才慢慢恢复。咱人生上痛苦的经历，往往互上帝来使用，真做以后侍奉伊上大上伟大的事工。咱痛苦经历的背后，相信拢有伊美好的计划。当咱相信上帝伫咱的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时，咱会将受苦当作食补，因为咱相信上帝互咱经历受苦，是要将咱成做伊忠心的奴仆。伫遮，我想要分享这条诗歌永远的问答。毋知影兄弟姊妹会晓唱这条诗歌袂？有一摆我拄着过袂去的代志时，我拢是用唱诗歌的方式，甲上帝相拄。上帝拢会借诗歌来安慰我、帮助我、引带我，互我气力。伫迄个时阵，我伫杜拜要离开我创立16年的公司时，我心内有足侪毋甘，嘛有足侪毋甘愿，嘛有足侪埋怨。
尤其是伫我破病迄段日子，我心内非常辛苦，非常痛苦。感谢上帝，伊拢透过诗歌一摆搁一摆安慰我、帮助我，互我行过迄段痛苦的日子。忧愁、惊吓，当我将我忧愁、惊吓交托仰望耶稣时，我就袂感觉惊吓，因为我相信上帝掌权，伊会甲我伫地，伊会赐予我平安。伫2016年6月时，到嘉义故宫南院时，拄好拄着休馆，却发现搁较水、搁充满疼的所在，明道家园。伊是专收行动不便、智力不足、甲残障的囡仔。普明道神父是对瑞士来的传道师，伊伫89岁时，伫台湾创立明道家园。伊25岁来台，101岁安息。伊的一生奉献予台湾，伊是疼的化身，一世人见证耶稣的疼，这就是活出耶稣疼的生命。伊予我感动的话，要休困到天堂才休困。伊阁讲，我真欢喜会当生活伫台湾这块水的土地，并且会使伫遮安息。是普明道神父感动我的心。我阁一摆思考生命中，什么是永远的价值？我要怎样回应上帝疼甲恩典？我开始认真读圣经，愈读就愈感觉家己无够野，所以就决定进入神学院，装备家己5万以后，互上帝来使用。行过的艰难甲受苦，拢比袂过上帝丰盛的恩典甲十字架救恩。每摆的创伤拢是提醒，每摆的失去拢是得着。上帝为咱所设计的计划，一定会成就咱永远的幸福。咱的价值，毋是咱有偌成功，是咱伫上帝内面有份。咱的高贵，毋是因为咱有偌水，是因为咱有活出上帝形象。人的价值是上帝予咱的，人的高贵是上帝创造的。以前有一个人祈求上帝予伊一蕊花甲一只蝴蝶，但是上帝却予伊一个仙人掌甲一只毛毛虫。迄个人真伤心。因为伊无明白为什么上帝出安尼差错。后来伊想，可能上帝有太侪人要照顾，所以伊决定无顾过问。过一段日子了后，伊重新看迄早就袂记得的底面，伊惊奇发现仙人掌已经开一个美丽的花，迄只毛毛虫也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。所以上帝拢袂出差错，上帝安排永远是上好的。如果咱上帝祈求，若是得到其他的，毋是咱所祈求的，请相信，上帝绝对会伫上好的时阵，予咱所需要的。人的一生中，上帝应允咱会经历真侪苦难。有的苦难是别人的罪，有的苦难是因为咱家己的罪，也有对上帝来的疼甲考验。当苦难来的时，咱总是太侪原因、太侪时间伫遐找找原因，无找找安怎解决困境。别人予咱的苦难，咱爱努力留下。家己犯罪所引起的苦难，咱爱认真悔改。上帝予咱的考验，是要咱学习信靠伊。最后，
用即句话：喜乐的心，行蒙福的路，来彼此互相鼓励。无论经历过啥物艰难的代志，咱拢爱坚定徛稳。这需要勇气甲决心。如果咱决定持守信心，并且时常保持喜乐的心，上帝当时间就会开始改变环境，伊会带领咱脱离混乱，进入一个搁较好的所在。住伫啥物环境并毋是重点，重点是咱是毋是有活出上帝的喜乐伫咱的生命中。咱爱将耶稣诚做跑走的标，甲最后胜利的重点。跑走的选手必须要专心往着所插的标跑走。咱信仰失败的原因，拢是咱所插的标放毋着所在，用富贵、名声、地位、权势，诚做目标的缘故，看人、看环境才会失败。咱应该往信仰的标耶稣一直跑走，直到得到胜利的冕旒。彼得行海面，行往耶稣时，伊嘛无沉落，但是当伊看海影时，就沉落。往所插的标跑走，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照咱的相。真实的信心就是安尼，是看上帝，毋是仰望对人来的手势。因为人间的手势会变质，独独对上帝来的手势是属天的，这才是永远的。感谢上帝，互我经历无同款的人生旅程。望我所经历的，以后会当诚侪别人的祝福。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上帝。最后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疼痛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是赐恩典的上帝。主啊，愿恳求你，甲阮三角之地，将你的平安喜乐赐互阮，互阮会当诚做别人的祝福。主啊，愿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你同行受祝福的人生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